อันนั้นปอซีแล้วเอาแล้วอีตะเกียชื่อสีตาหางเจ้าเก่าเจียงอีจะก็กงหลังคิดถึงตึงคิดตื้อจิตาโลอันนี้อยู่ไกลเจียงหางอีกงตัวที่ถึงตึงสิ่งอย่าง快樂อีที่อาทิตย์ยับดึงเจียงหางอีกง啊ถึงตึงเอ冒險อันนี้หลังที่ตุ้ยจะเล่นดอกกินในช่องสิวโบราณอุสีกันทางเอไลโจโฮ所以这边有一堆这个绿金的享受，人未好做好，人个别失败，人家个别失败了，其伊讲啊，这一搞的人就是要脱离这个绿金的享受，买钱这绿金的享受，人家买钱绿金的享受是人家做，特别节省，所以好这个家家，这个30位听这个经呢，扑。这30位隆重成了一个罗汉，就成了一个罗汉啊！伊人看着头一刀看着，下面是这个叫做无路无我，你就看着谈着安尼呢，伊讲人保买了，讲好时阵，到那是安尼接受啊人做会上，所以这个30位啊，隆重做会上。你人家无就顾这个30位听经啊，隆重分谈，要来谈这4个罗汉。过了后佛观看，要去到咯，要去一个所在叫乌鲁维拉，这个乌鲁维拉有3个，这个叫做外道教的人，这外道教的人，伊人是渐渐拜会，一个名做加萨巴乌鲁维拉，真正一人啊，这加萨巴的故事啊，伊人占卜着。加萨巴是古时我讲加萨巴大家接，特别看那这个3个加萨巴是加萨巴乌鲁维拉一个，加萨巴纳迪一个，加萨巴盖亚一个，这个3个故事各家是做王的后生来，伊人前好久。各家的时，伊人捌受做沙弥，得做沙弥了后了，伊人结尾出世天顶落来做世间，搁天顶落来世间，到这过点声，伊人来出世做卡萨巴3个兄弟啊。有落为了做大哥，有500个土地。第2个名做纳比加萨巴，有300个土地，搁一个较细汉的雅亚加萨巴，有200个土地，拢总3个合起来有1000个土地。伊人大抵一个乌鲁维拉大抵一个空田那边，拢总去修行，伊人无穿会上衫，伊人穿伊人啥这圣人的衫那样。佛按照要去导伊，因为古时伊人伫做好，大致咧较早一个佛的点声，伊人伫做好，了佛再讲伊人的点声到要来，结尾达人即时要来成4个罗汉，佛到底要去导伊，特别要去导伊，因为伊人古时相信无啥物着路了，他那来出世边叫做。伊参照的是叫做邪见 wrong belief， 这个 wrong belief 了后，佛到底去个所在，要去导这个搞了1000个，所以佛到的所在是拄着个大哥在甲伊讲啊，加萨巴，我过路，我要讨一个所在要大一名会使袂？你讲我这边无位啊，我这边安尼无所在通大，特别有一个房间呢，有啦，甲了是火的了，特别遐边火内面啊有一只蛇，actually 是哪个啥灵王来，这只哪个真正歹，若是入去呢，我惊伊本会受失性命。咱佛讲，刚来先呢，不要紧，落互我一个房间。所以讨这个房间了，这个加萨巴讲，你若要大，你做你大啦，大不要紧。特别伊嫌伊讲啊，这
这个回想啊，伊刚刚要吐这个房间，在叫嘛在就死个啊，如果是咧抓真正恶的物件。So after that food 就摊咗咧房间一入去，就入去啊，下面嗰啲咧房间有火话咩，咱直接抓有啲，如果food 之前，这个抓雾嘅毒烟出来，直接雾了啊，一雾毒烟。food 本雾嘅烟，特别food雾嘅烟啊，咪可以近靠，特别熏着伊。and then 伊做下面 food 对，伊做下面 food 对，到尾来规暝伊人无人去，真是斗法。得斗法了后啊，伊人才回头看这个内只大雾安尼，了达咧讲，正就是这个。这个伊人头讲唔知是或者讲，正就这回想惨啦，正就马仔就死了。特别马仔开起嘅时啊，伊入开门啦，呼出来就呼出来了，伊人就看到呼就青惊。你即抓呢门看，伊讲抓有，了呼也开嘅捌落看，叫你抓。忽变个变细尾下啲捌那边，跟那里抓到啲只捌嘅那边。所以这边啊，你看，这个加沙巴啊，伊人相信无着落了后，你看伊人执着，唔敢let go，唔敢讲，唔敢导航讲啊，伊较嘅。所以你看忽变安尼物件，那些加沙巴个讲，哇，这个回想，个是怎样啊？重严，你看伊个会有行动力，特别伊唔是像个我成了罗汉，伊也未成罗汉。所以这加沙巴啊，渐渐讲安尼话，讲伊无成了罗汉，我成了罗汉，我跳出苦海，伊也未跳出苦海。很复杂，再讲伊就安尼想。所以这个安尼啊。第二日啊，佛就解讲我要吐大一名啊。第二日啊，佛去伫这个巴的边仔的，伊人的巴位边仔位，遐边有一个山坑，佛去大伫遐边的位。咱你大伫遐边的位，你了看，暗暝就无掂啊，四大金刚落来，咱这加沙巴大伫大啲嘅山位看到，按照四个红光落来，了一本无拍插，马在天光也是一问，伊讲这Brahmin 这里啊，你站喺大啲向边，四个红光落来是追来，伊讲这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来找你，伊来做啥物啊？我讲经互伊听，实在佛的讲经互四大金刚暗暝，你看佛经的再来啊，逐个暗暝啊，拢真正坐红光啊，渐渐落来听经。了安尼尔，伊本无相信讲，这个回想啊，看伊个是啥有了觉悟，有了想讲，伊有包我，还是有力。特别伊无想到我成了四个罗汉，我成了阿拉汉，伊无成阿拉汉，所以佛在，格马在，这个加沙巴本只看去，看到个一心来，这个就是天空来。那马在时啊，要接饭的点声。这个要食饭的点声，这加沙巴要去叫佛来食饭，安尼每看站喺一嘴来一个红光落来。你讲这个啊，这是天光，这个是天光来，天光来这边啊，来做啥物？伊讲我只讲经互伊听，安尼本是加沙巴个讲啥物啊？伊是有咧人伊有神通，特别你看我成了罗汉，伊无成罗汉，所以你看伊渐渐想安尼，第二
第三道过一个啊，台湾天龙落来，伊阮看到暗暝落来，门看昨暝就来，伊讲是台湾天龙，做啥物啊？来听经。And then 这边啊，伊个讲哇，这个会上，伊心痛真有力。但伊无想到我咧醒落汗，伊也未醒落汗。这个了不得再看一个人，他们说啊，伊若是新一项物件，伊未晓放，伊执着，伊无let go。所以你看安尼几哪行啊，不得就只变你可以看讲啊。actually 佛甲了大项，伊有只神通甲了。still 你看伊渐渐执着，讲伊唔爱相信，讲这个是佛来，这个正是这个家主真正聪明，真正高。然后直接按照做啊，佛除咗一个刀疤，and then 你要摕来洗，按照做啊。then 你就讲啊，我这个刀疤我要洗，and 佛叫天降落来。天降落来啊！你把肚屙一个窟，用手啊，你屙一个窟，然后讲哦，窟时阵，你这个洗这窟的位。and then 他哋问咧，佢讲啊，我洗了，我要拍你几道路，然后过一个把肚天降稳做，可以去拍，然后嗰边活呢，嗰边活啦，本是安尼。过一个把肚跌跌，and then 马仔要安怎拍，有一个手掌就伫倒落去，and then 讲，佛时阵，你若要拍这个，你拍伫一个茶位，这个佛到底做真正这条 ，actually 那是佛经的再来啊，千几个这个行动力，要互这加沙巴看。and 你他们说这加沙巴接触甲伊的邪见，未晓放，唔敢放。有买来直接的问啊，佛时阵，按照你大伫这边啊，看按照这个头壳有一个窟，了佛家讲啊，这个是天公做互我洗，了这个互我拍，这个长倒落来时互我啥得过拍我这物件。安尼伊本个讲啊，哇，这个回想佫是有行动力，特别意思啊。我是四个罗汉，伊个无四个罗汉，个渐渐伫讲安尼个。咱直接点无点啊？伊讲啊，9点声要食饭，日头点声要食饭。这加沙巴去叫佛，你讲啊，伊讲这鸟食点声食了啊，来白白食。and then 咱的佛讲啊。加沙巴你去头先，我后面对来，所以加沙巴行落去啊，佛用行动力飞去一个所在去摕，伊叫做 rose apple， 就讲印度的一个 rose apple 摕出来可以看。伊去到的时啊，这个加沙巴去到来看佛坐到伫桌顶啊，伊在我后面，他来就一下就来伫头前，你讲啊。按怎来啊？你到你一条路来，然后这个武大就讲，我是用到你行动力去伫那边摕一粒 apple 来看。这本安尼个讲，哇，这个行动力安尼厉害。我先行，伊后面对，伊个会去伫一个所在，个去抓这个物件，伊看真正 special， 特别个still个渐渐个相信。伊无想到我成了罗汉，伊个也未成罗汉，所以佛在一项，咱直接拿讲无掂啊！伊这个伊人这一群人啊，伊人咧破茶，这大当就倒了，伊人要破一颗一颗的茶，特别按照破不落这茶个了未破开这个茶，咱伊人嫌伊。无在做这个回想做好咱的这被破这茶，and then 未来人这去找这加沙找这佛，伊讲这个茶要破，这边就讲要破啦，噗，甲了拢种破去，所以佛
做这个破查给伊看。俺今日个讲哦，哇，伊功夫安尼厉害，查面破伊就讲安尼，那扑个了做安尼。但是伊无想到我成了4个罗汉，伊也未成，伊个 still 伫嫌疑佛也未谈半项。And then 搞个自己啊，伊人安怎做啊？伊做啊，actually 真清行的这个物件。搞个自己啊，伊人这啥物啊？爱大滴水，伊人会教是啥物啊？伊人就浸到这冷水，真正寒啊，点声伊浸伫冷水。咱慢下久冷甲过头了，去浸热水，冷水热水。你知话，伊伫浸冷水的时，咱要吹热水的时，忽变热水落的人，所以人讲，哇，这个真正来咯，咱袂热呢，伊变热。still 安尼个讲啊，你看伊安尼行动力，特别输啊，搞个自己然后咧。刚那边啊，盐水落雨，少年刷几那日落雨，啊，对啲落雨的点声了就拢种盐水，而且加沙巴就想我，哎呀，我这个回想啊，大啲咧山位伊盐水啊，我要来坐船去救伊，所以坐一只船去救，特别去看去到迄个船去到咧所在，要去救佛来，一看就佛。大啲咧水的所在，特别咧水搞到一个位了啊，像个一个正咧炸起来，了伊头壳个了打，特别伊咧打的所在较低过水，所以看了哇，安尼来咯。咱你看了这个是狗日来咯，所以我去讲来白，咱飞飞起了坐啲的船，咱呢个讲啊。厉害，这个回想，哈密比本会做，特别伊无谈4个罗汉，我谈4个罗汉，安咱佛想，伊点安尼想啊，要安怎讨伊，做佛讲诶，加沙巴，你唔通点想安尼讲，伊也未谈4个罗汉，我谈4个罗汉，你一个也未过，无谈半项过。安尼伊只请，就安尼请落去，跪落去，佛世尊，我接受你做我先生。所以这个就是讲啥物啊？伊就是古早伊伫做好的点声，伊射箭无清气，所以今日来看，伊大热心真啊强，伊点嫌人也未成我成，人也未成我成。所以这个就是讲，伊大热心之厉害。你知无啊？佛一团一人过一人，过了后啊，达人，这个魔王渐转看会找机会要想要拍破佛的庄严，你找袂着了，伊问佛啊，你大伫这边有苦无？安怎你大伫这边无朋友？安怎大这边家己一人？安怎你无安尼无你家己一人安尼样？了，佛世尊讲啊，我离开这个家了，无讲啊，我爱朋友，我爱亲像我爱家己的人。了就魔王讲，你若是渐想讲，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你袂走到万我袂掠你。然后讲啊，我这个我甲我的这句话，我无讲去做一个。到若是安尼，你魔王讲，到若是安尼，你甲了脱离了这个苦海啦。无你离开啦，这个苦海你唔使去教。但佛讲啊，我下了这个愿是要来救众生，所以就这边啊，达人要明白，安怎要跳出这个生老病死。到今日我找到啊，我的责任就是要教拢众人。这个马拉的魔王啊，激心了就。
走对，就走对了，伊三个走啊，才来讲，他们说阿巴乱的激情来讲啊，一个伊人他那叫什么三布达，讲伊是布达来，我要抓伊，讲一个唔通脱离一个生老病死，好，你这边去看伊人安怎我要吹落，你抓着伊，了一个三个走啊就讲啊，不要紧，我人会去我会去人甲看伊约会去呗，所以这三个走啊，你看有当时你去上暗，你看三个走啊，是魔王的走啊，啲城佛，特别佛成了觉哦，约会无，圣地无，光香无，安尼搞个这个啊，这个一千个买来就听到佛，甲了跪落了啊，拢总做回笑。安尼佛教人讲经，拢总谈了一个罗汉一千个，了搞个一千个点声，佛教的点声啊，伊要就听台点声，这个一千个伊就讲伊地位高日深了的时，佛才教伊一条经，这条经是叫做 Fire Sermon。Fire Sermon 上面，咱们我要看他跳落去。自己那伊叫这个一千个美故事，讲美故事，隆重着烧，哈咪物件着烧，目睭着烧，目标着烧，看到的精神着烧，目睭甲目标这两项触着，这触着对目睭的本是着烧，感觉。目睭甲目标两项触落去，嗰个感觉爽的、无爽的，也是中度的，这个本是着烧，对目睭的。伊讲啊，唔是目睭尔，耳仔本是上，耳仔着烧，着烧个啥物？着烧个贪嗔痴。咱来想看有影无？今日人贪心，伊所爱的物件，伊爱啊，伊阮较无水分啊，伊爱过头，伊讲真正水。你若是认啊，伊认过头，伊讲无水。你若是无明白，伊是无知。所以这个是着烧甲物，着烧甲贪嗔痴。这个三项不大看到，目睭着烧，耳仔着烧，鼻孔着烧，指着烧，香菇着烧，心着烧，着烧甲啥物？目睭甲目标，耳仔甲声，鼻孔甲这滋味，指甲担着的望着爽甲无爽想着本是想。就烧甲啥物？就烧甲贪嗔痴。所以今日就是不大讲啊，你若是会晓看，目睭甲目标看落去，唔通可以着烧，唔通可以有起着贪嗔痴。甲你若无起着贪嗔痴，耳仔无起贪嗔痴，鼻孔无起贪嗔痴，你跳出苦海，伊人安尼关，拢总一千个成了四个罗汉。到成了四个罗汉，迷就是迷啊！目睭讲看到一个物件，讲爱无了；耳仔听讲爱无了；鼻孔闻着爱无了。这贪嗔痴拢总无，这一千个拢总甲了成了四个罗汉。咱9点声啊，计一两日啊，这个一千个对付去。去伫一个所在，去伫一个宾比沙拉王的所在，就伫拉加加哈那边。咱你知那边拉加加哈的人啊，看到这个加沙巴山啊，甲一千个伊土地个咯，看到甲佛白白做一下，特别佛行头先安尼隆重的对，特别人看到隆重做一下，说大人看到说戆呀。唔知是甲你一个做先生，是佛做先生，还是加沙巴做先生？
，and then 佛关到哦，这人伫乱 ，and then 伊叫啲问，加萨巴，哈密苏路脱离了这个，路人的训练，去拜这个会 ，and then 加萨巴就讲，因我人所拜的物件，所爱的物件，伊无离开贪嗔痴，到伊无离开贪嗔痴啊，伊尽掉这苦海，今日我的先生，伊叫佛做我的先生。下的路就是讲，一味要脱离这个生老病死，安尼人就听到人就知讲，佛才正是先生，加萨巴才是道地，咁样。所以这边啊，佛教的点声，大人就听到了，或者知讲，佛才正是先生，这加萨巴是这个学生。and 这比比沙拉王伊接受佛了，伊知讲这个是佛了，所以伊就看到佛人，伊听经的呢，伊真正快乐，真正欢喜。and then 伊讲我佛了，佛世尊，我做囡仔的点声，我有希望这个5项，头一项啊，我细汉的时，我点想，其实我贪做王。今日我贪做王了，这个我希望成功。第2项啊，我下无贪拄着一个啊，三藐三菩提的佛。今日大啲目前我知，大啲我目前是一个佛，三藐三菩提 ，fully enlightened。第3项，我希望我今日。会贪啥啦？中央佛世尊，今日你看到这个目前，我要中央这佛。第4项，我希望讲佛教我这佛经，今日我谈到佛的佛会发了。第5项，我明白你什么呀？伊谈了一个罗汉。所以你看古时的人啊，听经听破谈，听破谈，哈密事？因为伊人来古时做好太济，咱佛来去讲经，伊人来出事。咱呢古时较含慢，咱唔知佛地会来的时，咱唔知去做哈密。所以今日咱本来谈着这正式的佛经。所以这佛的讲经，佛教的点声，马路这个贵人这大兴的点声，天光不落来，天光落来，真正这这名的人看着，安怎这少年家真正看了真正庄严，了人问你是绝对，但你无因讲我是天光，伊讲，这个啦是神，是一个。庄严的家主来，伊控制伊这个六根，伊控制了啊，今日就是伊教我，我听了我是一个学生对的，佛教的点声，佛听这个经了后，伊讲这条经，大概我爱大咪就是讲这个拜公妈的经，因为啥物事啊？这个明比沙拉王，伊保持了，伊点想，哎呀，看那佛来我目前，看那我要送伊啥物，今暝伊要大大陆1000个回想，甲了来，甲了要大大陆，了伊想着伊一个暗叫做维鲁湾呐，特别伊伫保持的时过了后，伊袂记回想。你啥物事一直看心这个，安尼坐回想要去大大陆，再袂记回想，佛一暝佛这个明比沙拉王要困的点声，这鬼拢总出现了王，了王看到，哎呀，我无保持，无看到这鬼，我保持落去一大堆的鬼来，有诶，把手大蕊，有诶咩像酱啊呢？这个就是啥物啊？因为这个恶鬼啊，伊古时一个佛的点声，伊人保死的物件，伊摕来偷，伊去食。actually 古早伊人一个3个加300的保死的点声，
อัน伊人撞破，伊人卡只鸡卡鸡腿，家己食，也对厝，了放迄啥物啊？鸡卡鸡卡喙鸡头壳鸡啥物？所以这个物件伊偷食这物件，伊人将出事做恶鬼。佛教的伊阿这出事做恶鬼，佛教的佛呢，伊人问讲佛世尊，我人看到人去回向贪功德，安怎我人未贪回向？但佛教的佛是迦萨巴佛讲，伊讲过一个佛来就是个达玛佛，了你亲情来做王，就是边边沙拉王。啊，对于保持了回向，你脱离这个恶鬼的上孤，你贪着这个阳光的上孤。特别佛自己伊无回向，无回向咧，恶鬼个原在恶鬼，然后佛一名这恶鬼出，啥讲无欢喜个这个这个王，咱出现互伊看。咱第二日啊，这个王讲，到若是安尼呢，我阁要保持过一日，了第二日伊人阁保持，佛一日啊，伊回向，这回向佛用伊行动力开互看，你看这恶鬼甲了变作红光，因为伊有送参加西参食呢，伊上古无边了，皮包骨了，生肉水了，伊穿红光衫。所以这个就是讲啊，佛的道地就是传伊佛经，就是听，就是听。了到了后啊，这个看哪你看1000个，也少到50几个，安尼了个早个5个米酒，安尼到了就1000几个这个米酒了，有了。特别过了后啊，有两个朋友，真正好朋友。这个两个朋友是真是萨利布达跟蒙格兰呐，伊人啊，好野人来，这里萨利布达啊，也好野400million的教会，蒙格兰那本是真正好野对吧？老人，伊人去到路人偏讲啊，你来找到这条路，会离开这生老病死，你来。咱来报告白白来对，所以人这个老人直接去找先生找，伊人找到一个先生名叫山寨啊，这山寨啊教伊人的路唔对路，伊人对了，伊人再讲啊，甲无谈着，这个觉悟未谈着了，安怎做？未来啊，这两个掂无掂，一日啊一个，啥都不到啊。伊伫行，伫找，伫看时看人伫讲，伫行。伊看到一个和尚，咱咧5米9，有一个名叫阿萨子。这个阿萨子有那行路，有那讨食，伊真庄严。你看迄人和尚，若是真庄严，伊头看低低，伊无挖来挖去，伊看了真庄严，一步。这萨利布达直直看了伊知讲，这个安尼久啊，去看这出家人啊，无看到安尼庄严的人，所以对紧这个和尚，对到回了和尚讨食了，到了，伊到伫树丛骹，伊食本无讲啊，上安尼一卡直直食，伊真庄严，春秋伊知春秋，落伊知落，弯的手伊知弯的手。步一知步，一卡咩目睭，你看安尼庄严，后底食饱了后，伊才问讲，先生，我看你行真庄严，你面个真你面型个真清净，到底你是对句是你先生，这阿嫂子讲啊。正我有对一个先生，但是我马路才对啊，所以伊的经啊，我无虾米会晓听。但是你先问我要甲你讲短物件。了这萨利布达讲好啦，你讲互我听，短不好，若是讲淡薄我会晓听。这阿嫂子讲啊，我的先生所教言气甲言力。
嗰啲是永遠啊，永遠升，永遠化。有種種這個調性是符合嚟，種種合就是講啊，這個永遠啊是起了行到伊行到就要別，這個安怎起，我會先生教，安怎別，我會先生教，安尼噗，看了一個羅漢了。所以就安尼就看到一個羅漢啊，一人來感謝了，伊走了去找蒙格拉那，蒙格拉那回看伊來，哈密說路看了路真歡喜，伊講我找着路了，哈密路來跳出這個生老病死，伊講是看到一個羅漢咁樣，伊看到哈密是無路無掛，and then伊講互蒙格拉那聽。想安呢，噗，蒙格拉那本談一個羅漢，九隻談咗一個羅漢之內啊，即係啊去隨佛，佛回看到之內之來啦，佛講我只微笑，我係第一代道地甲第二代道地來搞了，你看伊人唔是講頭一個啊，伊人是幾哪過了啊，千幾個了，伊人冇得再來。所以你看伊講 ，my first disciple and my second disciple 教了， and then 啊，伊就看到啦，伊看到佛啊，伊跪落，佛時陣接受我人做，互我人出家 ，and 佛用手伸出，咁美久，一下啊，伊個衫褲變回上嘅衫褲，頭殼光光，了內做大道地甲二道地。你來想話，無幾日啊，你外出家談四個羅漢，攞來亞沙談，伊55個會上本談，攞來這個30個好家人講佢鐵頭工嘅本談，攞來這個加沙巴1000個談，無幾日啊，千幾人出家。規個產品嘅所在喊起來，哇！佛世尊直來直傳經，攏總嘅打波脫離波，攏總賣波，咁樣去出嘅，大人講，我唔着路，攏總嘅呢，或者嘅查某是無人愛嘅了，所以本是安尼啊，所以人會上去投資係時啊，大人講。差冇來出是一個佛啦，攏總聽到經啦，出家出個冇賣個了賣，然後佛講啊，不要緊，人講做人講，一禮拜後無了，有影搞個一禮拜，無半人講，如果是人看到，是結尾達人就要出家，要跳出這個生老病死。所以這輪啊，未來啊，after 這輪啊，薩利普達跟蒙格拉那出家了啊，一禮拜呢，蒙格拉那談了4個羅漢，但係薩利普達也未談，伊就2禮拜才談，安怎伊就要看，安怎就要2禮拜，因為伊係願後過我要成。Number 1嘅美久，第一關嘅美久，所以伊嘅地位就要另外較深。安怎樣伊談了4個羅漢，這邊我要跳互人聽，這個若是濟善嘅人較 understand。這裡佛一日講經互一個人命，你甲哪家？佛一講經甲別人。佛最近，薩利普達大啲後尾啲熱性，有那熱，有那聽佛啲講經甲你家，這個話我睇那聽人聽，這個你家啊是一個外道教嘅人，特別我就佛嚟講佛世尊，我啊
哈密神我本无相信 ，I have no liking for any。哈密款的神我本我无且我无讲执着，无讲去相信。then 到那是安尼佛讲啊 ，this view of yours Agiwasa, I have no liking for any. Have you no liking for that too？ 你讲啊，你无相信哈密啦？特别这个他那你相信讲啊，我无相信咪，这条分你无有相信啊，无相信。你讲我这边啊，我那是相信还是无相信？本是相，所以真正侪有的人讲啊，相啦相啦相啦 ，actually 无相。啊，你他那你听不好讲，不大讲了。真正侪大啲世间讲啊，拢种相，拢种相。但伊人啊，伊人袂放下。被放下他们 clinging to some other view as well。伊人被放下，伊人会信，伊人会信什么呀？哈密本我无相信，这条本是信咗啊，而伊袂晓放下这个信。And there are few in the world， 讲有的人啊，佮讲啊，有影搞了我无相信，而伊有影无相信半项。without clinging to some other view， 把你心一本无去插着就是下，无得跳的听。Some bhikkhus， 讲有的bhikkhu啊，伊爱讲呢 ，I have a liking for all， 哈密物件我相信，哈密物件我相信。and 有的讲 ，I have a liking for，I have no liking for any， 有的讲啊。哈密我本无相信，有的人佢讲 I have a liking for some， I have no liking for some。三有款一个讲啊 I have a liking for all， 一个讲啊拢总我相信，一个讲啊拢总我无相信。第三个讲一半项我相信，一半项我无相信。咱你看不到跳了啥？那是这个你路来安尼想 ，Now the view of those whose theory and view is I have a liking for all is close to having lust。有的人讲啊，逐项我I have a liking for all， 伊讲拢总我爱，拢总我相信。这个人啊，伊会约，甲伊就掠，甲伊袂放，伊执着。真正重，但嗰一个 I have no liking for any is close to non-lust。有一个敢讲啊，我无爱，我无相信这个，我无相信迄个。and 这个就是讲啊，伊放下伊的欲火，放下伊的这个着掠，放下伊的这个无执着。and 这个你那个就讲啊，先生这句话啦，我相信安尼啦，啊，你知我路是安尼样，啊，你听我父讲 ，and the view of those whose theory is I have a liking for some, I have no liking for some, is and what they have a liking for close to lust to bondage。有的人讲 I have a liking for some， 就看你讲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爱相信，这个我无相信，这个就是讲，到伊相信呢，伊有贪嗔痴 ，and 这个我无相信 ，I have no liking，it is close， 这个我无爱，这个我无爱，这个就是伊无欲，伊无贪，伊无嗔，伊无痴。A man among those Brahmins, those monks, whose theory and view is I have a liking for all. Consider this. My view is this: I have a liking for all. 有的人啊，伊死啊，渐渐去相信什么啊 ？It is on this day
Only this is true. Everything else is false. 有人死死站站相信讲啊，这个我相信，这个我无相信。Then 到伊若是有这个相信，这个我无相信，安尼款的人啊，伊就做对价甲别人。I have no liking for any。一个人啊，我无suka，我无爱一个，我无信一个。啊是个一个伊会去对价甲一个 ，I have a liking for some， I have no liking for some。伊到若是安尼款啊，伊会对价甲两副款的人。And when there is a clash， 到伊若是有交路。就就有，到有 dispute， 对价伊就就有交路，到有交路伊就就有伤，到有伤伊就白就裂。Views are one without clinging to some others. That's how these views are. 所以安尼就未脱离。And then 这argument上啊，伊就听安尼讲啊。这个香菇 that the matter form consists of organs. Now Agivesa, this body that has material form consists of mother and father. So 这个佛条这Agivesa，伊讲这个香菇对伫倒落来，你就要知，这香菇正是四代风火水土 ，and 伊出来伫倒落 ，and 有阿爸甲有阿妈 ，and then 伊鸟车伫倒落。and 你食鱼甲食螺丝 ，and 伊个无常苦无我，到伊若是无常苦无我啊，咱应该就要摕来想，想啥物啊？这个是想啊一个味水，想一个苦的物件 afflicted， 想空应该啊，咱就放弃。到你来放弃了啊，你上古会看到这个物件，你压，到你压，你慢慢迄个这个贪嗔痴，这个是最显现的。到你若目睭看到物件，你贪嗔痴，你是着了；你若无贪无嗔无痴，伊就讲是 direct knowledge。direct knowledge 啥物啊？你心无去贪嗔痴，伊袂讲做你心的爱甲怨，还是甲愚痴。这个就是讲你前一世卖直接接受，甲高业，你会看到无常苦无我，甲无常苦无我。高业了，伊叫做 direct knowledge， 伊直接悟起来，就是讲啊，你看到无你无我，所以安尼只，这里不但有哪啲业，有哪啲想，这个佛讲的啊，唔是讲他那啲安尼，伊是前一次卖啲接受了你上不直接变。所以一个人啊，伊若是一 practice， 伊个人直接变直到落，伊叫做 direct knowledge， 伊唔是叫 knowledge， 伊叫 direct knowledge， 所以前一次卖直接变到尾来啊，这个你看到无一个我，无一个你，假如无谈这个，无看到这个，无一个我，无一个你谈了觉我。and 伊安尼啲一看，伊小呢，噗，伊弹到四个落。所以这到这 ，and 有那一安尼，伊就弹到四个落汉，过了后啊，咱的佛伊阿爸再讲伊囝弹了，了叫人去叫伊囝来讲，对来啦，甲比拉瓦都来传经 ，and 伊有安扎一个样，加鲁达伊啊是故事白白。这个是甲到伫做台主的点声，是甲伊佚佗平平好朋友，咱去讲来听讲啊，你阿爸请你去传经咁样。咱佛了大啲拉家家下过了后，伊慢慢有哪去，甲不了巴都去到是几若百几招，
อันนี้一過一去到一個所在，迄邊嘅是到甲伊個所在，你知迄邊啊，拆家嘅王牌啊，啲人正大一，隆重嘅即佛入阿爸，了伊姨，了伊親情，甲了隆重出來，然後王將隆重出來，特別伊是達到太主要嘅事啊，較嘅。所以無蝦米人行禮甲伊，甲人大點點，安尼佛看，到入來了啊，阿爸本無行禮，攏總無行禮，了伊才會叫我教甲你點聲，伊才出嘅miracle， 飛去天頂，飛去天頂了，到啲天頂面安尼哦，伊一個魔鬼出，水甲火。安尼大人看咗，哇！安尼來咯，一攏總跪拜，一跪拜嘅時啦，伊就講，伊講嘅經是叫做一千經，你人若是要聽一千經，我有搭過有，但伊就講，蝦米事要講嘅一千經，伊講了後，才知講啊，因為伊修了這個菩薩道嘅願，甲安尼教育，馬路才一成了四個羅漢。佛教伊就是阿伯，伊阿伯講伊是講這一千經了後，馬仔伊去討食，伊王就看咗，哎呀，我的囝出家了，看人不要緊啊，應該就轉來食飯啊，安怎過去夜晚去討食？這邊不大講，王為王。這個去討食是我人的牌，我人的網沙。我網沙，咱的網沙是王牌，安怎你就要去討食？講這個網沙是王的網沙，我的網沙是這出家人的網沙，所以我去討食。所以到甲這邊啊，我刷路才講啊，到咱佛教的點聲，伊才慢慢看成安怎啊？伊大人來找伊的點聲，咱你看伊寶寶出來。安怎寶寶出來？南無話講嘅 ，the bride is dead， 但我無做唔到，伊離開家庭。若是講應該，伊就要來看我，不應該我去看伊。And then 佛在了怎做啊？佛就調啲去甲薩魯布達入去嘅房間，就入去到嘅房間啊，伊跪落去，攬緊佛嘅腳。And then how how and then actually 做查某袂使當做會聲，特別這攬緊了會點聲，實在不大聲要去當，特別佛講唔通，可以好個嘢，was 阿弟，所以好了未來一做成家，一隻叫了嘢，伊唔慣就講，我這媳婦真正乖。你大啲巴，你穿為衫，伊本穿為衫；你食一頓，伊本食一頓；你大啲咧手掌骹，伊大啲一個手，安尼啲受苦，伊對上個亂呢。特別你是大啲巴，伊大啲手。And then 佛就講啊，唔是即時呢，早咧認定佢哋點聲，我係願，伊本係願，所以。真正這時我人點點，紅只對緊調調，對緊調調就是啥物啊？我受苦，伊本就受苦。And then 佛家講一經叫做緊那里嘅經，緊那里嘅經就是啥物？你人來是去這個困苦嘅點聲，你看一個查某，上古是人，骹是鳥嘅骹，知無？你是緊那里。伊講有一過我人故事佇做緊那里嘅點聲，伊做我嘅某，我做查甫人。咱有一過，伊人拍傷我，安尼你看伊好個半死，安尼才講個故事，講伊人一時啊只咧，了後個禮拜，我唔是後禮拜，個 next time 啦，第7禮拜我才聽咯。這個我聽落就是去較深較咧較較對經嘅，咁啊咧幾耐啊？若是講你要借錢較 understand，若是無 actually 較understand。
到这边为止啊，有保佑有保释，我刷落这个佛的历史的故事，今日是第7礼拜。顶礼拜我有讲佛谈了觉悟，直传经，真正济人对甲3摆买来人就请假，佛渐渐来招人来做会上做会上，这里不是人听经了，人了解明白了。人决心爱来出家做和尚，所以今日来叶阿爸住伫这个甲比拉瓦都听讲伊囝伫传经啦，了请一个人，这个人名加鲁大伊，这加鲁大伊是古时佛伫做囡仔的点声，甲伊真正好朋友，就去请伊去对来的国家来传经。这假如来去到那边，伊出家做和尚，做和尚了3个月后，伊谈着觉悟 fully enlightened。After that， 伊请佛世尊，你阿爸、你阿妈，甲你查某、你这阿妈一边，还有面，甲了隆重请你过去传经去那边。And then 佛 after 3个月后。接了这个沙了呢，慢慢直去，那边基本是正百几条，慢慢有讲有节目独家，这下面无，伊人直行路，直去到咧所在，到甲伊个国家，这去到伊个国家落去啊，那边的人啊，这食了撒娇派，这撒娇派啊，伊人真正大一个人啊，所以就佛对来啊，伊看佛查一个较细。拢总10月行日去行呢个佛，去行呢个佛，了这大人甲了大伫后尾唔使行呢度，我人唔使，我人较大。到伊人就虾米事买行呢个佛啦，好多伊人咧照亲情，伊人嘅配是较悬配，就无人爱行呢个佛，杀互囡仔去行，佛看到哎呀，这人袂晓供养佛。你看袂晓讲，无半人爱行礼啦。王本叶八本袂晓行礼，讲就佛面前就要跪咯，伊人袂晓。杀只行日，你行礼，你去行礼。佛看到安尼后了啊，我人甲了大一，伊用伊行动力，飞去悬，伊规上久的魔鬼出。水甲出火，伊这叫twin miracle， 伊徛去大伫天顶位了，伊出，一样是出水，一样是出火，看火直去，水直流落。这个你来看，人若是在做这行动啦，是佛也才会做，伊本虾米人讲本袂做，因为水甲火这两项是对格的物件，所以出来徛去这顶面，大人就看到安尼来落的物件。伊阿爸就看到伊阿爸头先跪落去，伊阿爸这阿爸讲：囝喂囝，3斗我跪落，头一斗是你细汉的时，我带你去找这先生，这个是加鲁达亚，这先生是加拉德瓦拉，这个老先生啊。我带你要去见这老先生，以前我是要爱你跪这个先生，但你骹去搞到这个老人的头毛，咱这老人知讲这个囡仔不应该就跪我就要跪。伊讲我的先生跪你，了不止我看我的先生跪你，我本跪你，不是头一斗，第二斗你也甲伊差不多4、5岁的点声。伊阿爸伫做老热，伫产伫累产，王本就要来到累产，佛教的是规个根本啊，会使讲真正大老热，人甲了出来看，伊呢住伫一个树丛骹，了伊人围起一个房间，住伫房间啊，伊看迄人啊，即故意即故意人啊，拢总分。去看老热，这看老热啊，无法看伊啊，伊一个坐禅，
这先咧谈入定，入甲这个叫做初丹定，谈到 first jhana， after 谈到 first jhana 了话，伊坐掉差不多正点钟，你看日头直直落，直直落，直直落，把伊个白羊去炸这个火的白羊无震动。所以无叮当，在未来这个查某在小姐你伫故意就看着，按照白样阮无叮当，别项叮当，这白样无叮当，伊人走去就往来看，你看着安尼各样的物件。第二道伊讲我规律就是佛教的点声，今日我看着这个你出安尼款的行动力啦，是真正来咯，无人会做，今日你做啊。